相对于社会主体处税，内政部顶个月通过讲未来会以中计收入户这款身份的类别来进行处税的分级收费。早起有民间团体是去行政院抗议哦，因呼吁讲应该以民众的所得来分级。也毋过目前大部分的县市政府是认为用身份类别来分级，因为有经过审查会较公平。不能开倒车。伫这年寒各落雨天气，也标起花口湖，再起经济民间团体到行政院头前，批评内政部伫顶个月开协商的社会主体租金分级收费原则，强行通过依照身份别毋是所得分级来算社体的租金。那7月7日正式进入了后，会出现无共款所得、高共款租金的推挤不公，对低薪水的青年甲边缘弱势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凭什么依据说某一种身份是第2级，某一种身份是第3级？只要没有福利身份的年轻家庭，全部都是依照社会住宅第4阶，就是最高阶的租金来付嘛？对很多低薪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合理。民间团体表示，为何弱势民众应带社会主体经济应负担，为2016年开始就积极创议照收入定分级租金。伫跨党派立委支持之下，2011年成功修正社体法第25条。毋过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该按照承租者所得状况、负担能力甲市场行情，定分级收费原则。目前包含上百甲套房，拢用收入分级租金来照顾弱势族群。因为内政部依照身份别来算社体租金的做法，已经违反主体法25条修法的目的。目前内政部把弱势妇女只依身份放在第2跟第3级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身份都是有一定的期间限制。身份消失了，不代表妇女的状态就足以负担弱势的租金。还是预计1月会上路？预计啦，但是都有一些正常的这个法制程序啦，时间点也可以提早，也可以延后。内政部表示，新员工社体已用厝龄加上10年作为租金计算基准。目前地方政府社体租金，若是用即卖收费方式的人，为维护原来承租户的权益，地方政府依然应依照即卖方式来收费。个人等到原本承租人租期上限期满，搁照本分级收费原则草案公告租金收取。若地方政府有特殊需求，依然尊重维持现有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